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熊一奎，分享收看2礼拜的社会史캠프。为大家紹介國內嘅中華歌種，佢哋辦嘅第一屆國際馬拉拉獎，因為去年第時節馬拉拉拿到了諾貝爾和平獎，佢嘅訴求讓中華歌種所講嘅熱土疼痛改變世界，其實強壯嘅。大家記不記得我們節目剛開播沒多久就做過馬拉拉了？我還記得當時是張雨瀟你去採訪，馬拉拉的精神是什麼？就是他是追求性別平等，然後他在14歲的時候有發起一個為女性爭取受教權。馬拉拉也有說過，一個孩子、一支筆、一本書就可以改變世界。你哋台灣熱夫人馬拉拉戰士，做嚟國際馬拉拉獎，同大家女主係乜嘢？聽我來講2禮拜。社會太議題。中華高中圖書館已經連續10年辦的國際高中青年籃球會議，為了鼓勵韓卡多位學生嘅來發揚諾貝爾和平獎嘅得主馬拉拉，出來改變世界勇氣韓國理想，今年就辦了第1屆嘅國際馬拉拉獎。馬拉拉獎每本總數芯片，我哋全世界選出本人推薦無就自家推薦嘅18歲以下後生人，主辦單位對8個位推薦信當中，親密選出50人。對本島嘅高中生冇嘢雅談，馬拉維嘅曼瑪麗，坦桑尼亞爆發症嘅高中生卡里天，韓國對敘利亞招出嚟嘅18歲嘅生冇嘢穆勇，同台灣17歲嘅高中生廖崇倫。等下嘅節目會一對對同大家紹介。可能2屆得獎者進步的時候是看不地圖，你說搶你的時候，為大家小小紹介，記得係類似哪位人物嘅演員拿到國際馬拉拉獎嘅。來妮妮，首先為我們介紹的是誰呢？我要介紹的是慕容，然後她是在敘利亞的一個女孩，內戰是發生在這裡，然後他們對，然後他們後來就因為內戰，所以移到約旦的一個難民營。敘利亞對2011年內戰倒緊，唔單止是知道有幾下百萬生人無奈後棄，未形成的內戰過後前台嘅難民潮。18歲嘅敘利亞小阿摩耶穆勇，喺約旦嘅難民營重判嘅5次學校，民間民服嘅去牽辦家頭家長，我也到小阿摩耶做得去投訴，用教育來推動7早8早就結婚來保護自家，學到嘅知識韓國建議將中國嘅到自家人生。那在敘利亞爆發內戰之後，我們看到是在2013年的2月27號，那時候這個慕容就離開他的家鄉，到了約旦這個第一個難民營叫 Zaatari， 這就是 Zaatari 難民營的狀況。來，我們繼續看下去，好不好？這是慕容在難民營的一個教室裡面，對。然後這是他在教，這個是馬拉拉，然後這個是慕容，對。那你知不知道慕容跟馬拉拉有什麼關係？他也是被稱為敘利亞的馬拉拉，原因是因為他在那個敘利亞那邊國際教育協會封他為教育大使。那慕容在投身教育，他需要很多的資源，他自己一個人當然沒有辦法獲得資源，所以他在難民營之後，他和拯救兒童組織是一個國際組織一起合作投身教育，同時也獲得了他自己慕容的爸爸很大力的支持。那我比較好奇是介紹這個敘利亞的馬拉拉之後，你對於這整件事情，或是對慕容這個人，你的感想是什麼？因為身在台灣的我們，完全不覺得教育是一件需要爭取的事情。你跟我一樣，都享受着國民義務教育，你怎麼看待慕容的行為？我覺得他的行為也感動了我，而且我非常喜歡他之前有說過一句話，他說他們那邊的資金應該要用在於女生的教育，而非子彈。這句話讓我非常的感動。我認為說，在台灣我們可能子彈只是用來做一些演練，可是他在那邊是真的會用到的。因為他們內戰。對，
所以我是觉得说，在这里我们有时候还根本就不想要去上学，可是在他们那边是女生想要上学都不能上。慕容本身因为在难民里面遇到签证的问题，所以没办法来到台湾接受这个奖项。慕容虽然没办法来，他还是带来了他的得奖感言。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慕容的得奖感言。My mission is hard as we live in a male-dominant society that prefers to force girls to marry at an early age rather than send them to schools. They believe they will guarantee their future in this way, but I try to explain to them that education is the only weapon that ensures the safety of the girls, and that an educated generation is the key to a successful marriage. I encourage the education of girls and fight against early marriages. These are all for the community to build an educated generation that can contribute to his community and his country in the future. For me only, but for all the girls. I have faced a lot of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as the refugees do not have enough awareness that there are officially recognized certificates provided by schools. As some are showing fear at the thought of sending their daughters to school far from where they live. As I said before, our society is a male-dominant society. The real role of women in building the society is often ignored, which is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that made me determined to continue. Wars also negatively influences the community and the society in which people have been displaced and murdered and had to flee here adapting to different lifestyles, which complicated their thinking and behavior. The only obsession for them is th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not the education. So an early marriage for girls is considered a protection. It's our duty to correct those misconceptions and build new and connect ones. No matter how many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 have encountered, with education we can overcome all these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and with patience and hard work we achieve success.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and our life may be blurred, but no matter how dark the future seems to be, by education we walk in our way without falling down. 大家看到的是来自中华高中的3名學生啊，推脱慕容所发表的得獎感言，老基的想法。稍後搶到 Mark， 馬克，你今天為我們介紹是哪一位得獎者呢？是在坦桑尼亞的卡利迪。他其實是黑人，只不過是得了白化症。來，坦桑尼亞位在非洲的哪裡？非洲的東邊，從這邊看來，坦桑尼亞在這個地方。地東非的坦桑尼亞有人相信有白化症的人有神奇的力量，迄個母語老其拿去用地作為藥水毒好，就會白叉叉的。故作有白化症的人有可能會本反應老鼠肉機體，韓國老命樹體。今年17歲的後生人卡利提就喺安尼國家出世，因為皮膚的色動貼片，佢遇到的眾多的挑戰。無論係第3期還係好高，在佢成長的過程當中，唔但將會本人看唔起，還卡成派啲生命的危險當中。不過卡利提冇因此安尼就驚嘅，還係動勇敢的企出來，喊什麼傳統愛關心兒童的權利，佢按照的表現，在2015年5月內作為坦桑尼亞青年大使，還去到印度亞參加世界衛生大會，還在全世界的公民論壇當中發表講言，係坦桑尼亞提為了其上世界舞台的白化症青年。你有沒有想過，卡利迪他自己身為一個白化症的患者，他要怎麼樣讓其他人感受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他怎麼做你知道嗎？他就是為這些非洲的白字，就是白化症的患者，為他們發聲，然後為他們爭取一些應有的權利，不讓他們的生命繼續被剝奪。那卡利迪在執行這些任務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透過政治的手段，包括說他教這一些白化症的人，他可能到比方說像這樣的環境裡面去做演講，告訴他們什麼叫做民主，一個民主的社會應該要怎麼樣的行為，然後什麼叫做政治，政治的參與有哪些方式。那身為一個民主社會的公民，他
他应该享有哪一些权利，灌输他这一些基本人权的概念，让这些人可以透过知道自己的人权其实是在无形当中被剥夺的，可以站起来为自己捍卫自己身体的完整性。来，那我们这一次卡利迪也亲自的来到了彰化高中接受这个奖，所以接下来听一下卡利迪他的得奖感言。Wakati nafuatilia haki za albinism hakuna matatizo yoyote ambayo nimeyapata isipokuwa challenge ndogo ambazo zipo, kwamba labda ni umbali kutoka sehemu moja kwenda sehemu nyingine kwa ajili ya kutafuta albino wenzangu na kuhojiana nao mawili matatu. Vile vile changamoto nyingine ambayo inajitokeza ni changamoto ya kukutana na misemo ya hapa na pale ya utani ambao sio mzuri, kwamba albino siji ni mtu ambaye sio wa kawaida, kwamba albino ni mtu ambaye yani yupo tu sio sawa na watu wengine. Kwa hiyo mambo kama changamoto ndogo ndogo tu kama hizo ndio nakutana nazo. Kwa mimi najisikia vibaya sana, na ndio maana nakosa amani katika nchi yangu ya Tanzania. Nakosa amani kwa sababu najua muda wote na windwa kwamba nikipatikana sehemu yoyote niweze kufanyiwa matatizo yote ya kiubaya. Kikubwa zaidi ambacho ninakitegemea sasa hivi ili kubadilisha mtazamo wa watu ni kufanya makongamano mbalimbali na midahalo mbalimbali kwa ajili ya kuendelea kuelimisha jamii mbalimbali, vile vile kuwa karibu na serikali ambayo ni serikali ya nchi yangu ili kuweza kutoa misaada mbalimbali, japokuwa serikali yangu imesaidia sana kwa kiasi kikubwa kupunguza swala kubwa la mauaji ya albino katika nchi yetu ya Tanzania. Kwa hiyo nitaendelea kuwa nao karibu ili kuweza kuweka midahalo mbalimbali kwa ajili ya kuendelea kuelimisha zaidi na kuwashirikisha albino katika kazi mbalimbali ili kuonekana nao ni watu wa kawaida katika nchi yetu. 咱们大家晓得第三个得奖者也多么简单，这个项目可能还来自非洲。亮君，你要介绍的是谁呢？曼玛丽，曼玛丽是哪里人？马拉维。曼玛丽一样来自非洲，跟我们上一个介绍的坦桑尼亚是隔壁邻居，在它的南部一点点的地方。在台湾教育本來就冇本能，不過喺非洲嘅馬拉維，有一對嘅細阿妹嘢，行起一下頭就會結婚，望成年就做人阿妹。教育、健康、韓國自主嘅權利都受到影響。古種馬拉維當到嘅五星，鼓勵也就出上嘅細阿妹嘢，我勇敢嘅企出來。3萬嘅動動人過後，總算啲經驗啲國非立法，清楚規定係盲色白色做唔得結婚，馬拉維嘅五期未進步嘅動到。看到曼玛丽的故事，身在台湾的你，你觉得对你来讲最大的启示或是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太可怕了，失去很多东西。比方说，你直接想到你会失去什么？童年，你再也不是一个小孩子的感觉，你失去了童年，然后你还会失去什么？我的身体，我的家人，我受教育的权利。所以曼玛丽身为一个小女孩，她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那曼玛丽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之后，她最大的成就在于什么？在今年5月，让政府通过18岁以上才可以结婚的法案。曼玛丽还提出了一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名言，她说到：如果你不站出来，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就是一名领袖。那么来听一下曼玛丽来到台湾领奖的时候，她的得奖感言。When we were trying to convince our traditional leaders that the initiation rituals that happen at the initiation camps were the wrong things, it was very hard to convince them because they are the raw custodians, the traditional leaders. They have embraced the traditions for centuries. So it's hard to move away from such kind of things and to step out to them and come and embrace the new things that the young people want. The other big challenge that so far I should say that is still there is the commitment that the people have. Whenever we have a problem and we address them, at the same time they tell you that, oh, we are going to do that, we are going to sort out your problems, but then they just speak without doing what they are speaking. So it was very hard. I met a lot of challenges. Sometimes it made me think about what I'm doing. Is it the right thing? Or maybe I should just stop what I'm doing. But then we pushed forward
together, I and other girls in my community, and with the help of so many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ho supported our work, concurred with us so that together the whole initiations could be burned. So when the initiation practices were burned, it gave us motivation that we can further work ahead, and maybe by the end of the day, no more children will be married off at such a young age as 11, as 12. 这一下茶，我一下要夹夹真的哟。刚才咧3屆得獎者，其實相對嚟講，佢哋係來自開發中甚至還蠻開發嘅國家，還落後嘅地方。不過少了少個2個人係來自北歐。來，我們今天要介紹的第4位得獎者是誰呢？雅達，他來自冰島，在這邊。2012年，美國的5星同業 Lena Esco 推出的一次 Under Freedom Nipple 的戲劇，跳出也的5星展開一場新片運動。不過實際後也出片愛放鬆係金屬島主動。2015年的年初，本島的高中生亞太地面路後再個啟動的也的運動。為什麼大家都穿着黑色的內衣？其實是打馬賽克啊，就是打馬賽克。對，這個是一個美國的製片人。然後他們就是為了爭取女性跟男性的平等權，就是男性可以裸露上身，可是女性不行，所以他們覺得說我們也有掌控自己身體的權利，所以發起這個解放乳頭的運動。雅達他有把自己的那個上空照放上網絡上面，然後剛開始他就是因為被推特下架，可是之後也因為他要進一個，就是他就是要交換學生，所以他爸爸怕他會影響他這個事情，所以也要求他下架。我想好奇問一下。你看到雅達這樣做，你直覺的感受是什麼？就覺得說，又覺得每個人都有掌控自己身體的權利，可是我給你這個權利，可是你要做不做都是你的事情。那你活在台灣來講，你覺得男生跟女生在這些你會接觸到的性別的不平等的領域，有什麼例子讓你印象比較深刻的嗎？就像我們班導，他就說男生可以搬東西，我們班女生不能去搬東西。就說男生力氣比較大，可以去搬重物，啊女生就不行搬。這跟前面我們介紹的幾位這個得獎人一樣，在保守的社會裡面，很常用一種慣用的說辭，叫做保護你們，不讓你裸露自己的身體，是為了保護你們，不要讓那些壞男人佔你便宜。所以你為什麼要在公共場合，像網絡上是公共場合裸露上身呢？是為了讓你好啊。可是他就覺得說，為什麼男生就行，我們女生就不行？他覺得就是我這身體是我自己的，我要做什麼就做什麼。那你個人怎麼看待他這樣的訴求？他們裸露自己上身，我覺得這是一件可以的事情。可是在現在，因為從以前到現在，大家都覺得女生裸露上身就是一個傷風害俗的事情，所以就造成這個影響。男生呢？男生曾經有過這樣的待遇嗎？有，在1930年，就是有4名男性，就是他們去海灘玩裸露上身，然後就有被逮捕。可是然後結果後續也有很多男性也這樣上街去抗爭，所以抗爭到最後，他們也成立說男性可以裸露上身的這個法則。也很難得的，這一次大會也邀請到了這個雅達來到台灣接受這個獎項，我們就來聽一下他的得獎感言。I think it's an important fight because everybody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what they do with their bodies. It shouldn't be the society choosing for them.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encourage women to take a stand and say that the TV, media, Hollywood industry and the porn industry can't control what they do and can't control their actions. The obstacles have been from Facebook banning all kinds of footage, from people judging me or my friends, talking badly about us to us. But there's so much you overcome these or most of these obstacles just by educating people.
often there's not much other you can do because you don't rule people's minds, but it's very important to educate people and share your opinion, encouragement that they know that they are the owners of their bodies and nobody should control them. The thing about Free the Nipple is also about changing those ideas. It's about changing that people don't connect sex with breasts. It isn't the same thing and it shouldn't be connected in every situation. Just like you don't connect other body parts that are a part of sex, always to sex. 以可能里下，你大家就发现么？世界得奖者都附近的马拉拉进行是教育，从家人看到亚他所讲的，都到唔理解艺术教育，最重要是教育基础。所以下边小个两个人，佢来自台湾，同时佢也系挑选到教育两件事情地图。我们介绍的是谁？廖崇伦。今年的一天，在台湾闹动用自己爷爷反口供运动，其实系台中一中的高中生廖崇伦先提出的嘅。还有其他高中争取下的供应。18届国际马拉大奖，廖崇伦咪系台湾唯一的得奖者。另外，口讲问题系认证各界都当反对，教育部捐课开放各件学校自家的限数，新口口讲都向下用。第二条有争议素材，太高度学系唔爱考。18届未做出建议，要求教育部要重新检核口讲。亮君是自学的学生。你没有接受到教育体系的这一些约制，你不用到学校去，那你怎么看待他为了上学，为了要改变自己上学所授课的内容所做的行为？身为一个自学生，你的看法是不是会跟我们其他的小欧不一样？这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那个历史跟生肖是不能被乱改的，这跟我就有关系了。而且以后我的孩子还有其他人也会读到这些被改过的课本，所以这跟我也是有关系的。那你觉得像廖哥哥这样子，他在台湾要做这件事情，他会遇到最大的阻碍是什么？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大人，那些大人都说，学生就是应该要把书读好啊，不要管那么多啦。可是反过来想，我觉得像他这样子。他去做这件事情，让更多人也会学着去关心自己做的地方，他所影响的层面或许就是好的。如果说今天廖哥哥的这一些行为会带给你一个最大的启发或收获，我很好奇那个收获是什么？我觉得就像前面曼玛丽一样啊，我觉得这两个人让我学到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就算很多人反对，有很多难关，你还是得要勇敢的去面对。很棒，随千万人吾往矣。我们来听一下廖崇伦的得奖感言。我们都不是一开始就进行那么激烈的冲撞行动，我们也都并不愿意每个人都花这么多的时间，然后这么多的牺牲在冲撞啊，然后在挑战这个体制。可是回归到真正问题是，我们今天如果不愿意站出来，面对我们自己的权利受损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站出来的话，以后当有任何的权利在受到剥夺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们，加上有些事情已经来不及了。比如说今天，如果说我们都没有站出来反抗这个103版的黑箱课纲，那么它一定就会在很快的将来里面，不久将来里面实施，然后影响到的可能不只是我们，而是更多往后的学生。那尤其是当课纲这种东西是可以随着政党的意识形态，或者是执政者是谁而不断变来变去的时候，这样历史教育其实显得非常没有尊严。我们虽然只是想要和他提出我们的想法，然后提出我们对于课纲以及历史教育的想象。可是教育部长他无视于我们想要跟他沟通意愿，而是一再用非常官僚的方式，然后回避我们问题，然后直到最后我们才会采取比较激烈或者比较抗争性的手段。那我刚刚说另外一个层面的困境，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亲情啊、友情啊，还有就是在学校面对到的课业这些东西，我想是对于大部分高中生来说，高中生的参与者来说比较难克服。我们应该要给予学生以及给予这个课堂的
历史教育的课堂应该是一个选择自由，就是学生可以借由判断不同观点的言论或者不同观点的描述的事物，那由他们自己来判断他们愿意选择相信什么样的历史。同时在教材面的选择也是，这个社会上每个人对于一场运动或者是对于一件事情的想法都会不一样，那这种差异的存在其实是非常好，我们不必去要求别人一定要认同你的想法，但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么多的责难或者是这么多的否定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要坚持继续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因为非常中期，台湾的现場嘅世界賽奧，我哋相識上屆、兩屆、體育界，或者馬拉松嘅得主，像台府嘅宗旨所講嘅，熱土、夯土改變世界。各位同學，對你生活地圖有乜影響啊？做出改變了冇？以上係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下週禮拜六下午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社會斯堪普，謝謝，謝謝大家。就是我们去调查惠文国小的那个班级，然后他们加上吃早餐，然后刷牙，然后整理服装内容的时间，我们设一个7点起床。对，实际的状况就只有9个人达到睡眠总时9小时的标准。